一下，我哋先来认识一下等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明呀么？第一个存款，ตู้金，ตู้金。第二个存折，ตู้金鋪，ตู้金鋪。第三个无折存款，冇鋪嘅ตู้金，冇鋪嘅ตู้金。第四个存款单，ตู้金單，ตู้金單。第五个户头，户頭，户頭。第六个证明联，真明聯，真明聯。快些，我去ตู้金，啥冇帶到ตู้金鋪。冇要緊，也下做得用冇鋪嘅ตู้金。寫共用嘅單呢係冇？我寫另外一種ตู้金嘅單呢。我寫好誒。請問也係唔嘅戶頭未？係。我入5000元錯嘛？錯。好，也係唔嘅ตู้金證明聯。多謝唔教我一個新方法。看係頭多嘅影片，我哋來學習一下幾句常用嘅對話。首先，一下做得用冇鋪嘅賭錢，現在可以用無折存款。一下是現在的意思，一下現在可以用，做得用，做得用，無折存款。冇鋪嘅賭錢，冇鋪嘅賭錢。好，整句话联合起来是什么呢？一下做得用冇鋪嘅賭錢，一下做得用冇鋪嘅賭錢。下一句，為寫另外一種賭金嘅單呢？要寫另一張存款單。好，要寫，會寫。會寫另一張，另外一種，另外一種存款單，賭金嘅單呢？賭金嘅單呢？好，這時候呢，櫃檯的行員告訴民眾要寫另外一張存款單。好，來咯，會寫另外一種賭金嘅單呢？會寫另外一種賭金嘅單呢？下一句，5個月5000元錯冇？您要存入5000元，對嗎？您要存入5個月5000元，5000元，5000元，對嗎？錯冇？錯冇？好，整句話呢？5個月5000元錯冇？5個月5000元。錯冇？好，最後一句，也係唔嘅賭金證明聯，這是您的存款證明聯。也係唔嘅，這是您的，也係唔嘅賭金存款賭金證明聯，證明聯，證明聯。好，來咯，整句咯，也係唔嘅賭金證明聯。也係唔嘅賭金證明聯。好，以上的句型呢，是我們這個單元常用的句型練習，一樣多聽多說，才會有進步哦。